內中去年一間市場爆出非洲豬瘟，造成全台灣市場產業損失超過20億元。這業者的爸仔囝涉嫌隱瞞、無通報，佮偷賣白死豬仔。判業者其中這老爸是1年6個月，後生判3年。恰信牧場自從爆發非洲豬瘟以來，到今天陳姓豬農父子被一審判刑，整個畜牧場還是用鐵皮圍住。台灣在去年10月爆發非洲豬瘟了後，台中5車協興畜牧場細陳的負責人爸仔囝，轟查出團不實的豬噴的相片，噴的再利用不實的營運記錄等等，因個暗崁疫情、簡報死豬仔，甚至把著病的豬仔送去拍賣市場，引發全台灣禁運禁宰15天，造成產業的損失有到21億這麼多。被告身為專業養豬業者，卻長達2年多的時間，以舊造新傳、作假的手法規避環保機關的稽查，在養豬場爆發嚴重疫情的時候，仍將染疫的豬隻送往拍賣市場。台中地院1審的法官認為講，細陳的豬農是破壞國家廢棄物的管控，而且有可能造成防疫的破口，對社會危害重大。照偽造文書詐欺廢棄物清理法判3年。伊的老爸86歲的老豬農，因為符合濟歲減刑的規定，而且主動將犯罪所得交轉來，會當減刑。較早起罪判刑1年6個月。除了政府法院判決之外，之前不管是在議會的專案調查，或監察院的調查，或者我們市府內部自己的調查，我們也發現我們市府內部確實有很多可以來做一些改進的作為，所以我們也針對這次的事件來做了相關多的一個改進。監察院在今年3月對台中市政府提出糾正案，台中市政府目前已經對畜牧場的管理、生物的安全、疫情的監測、通報應變、噴的管理等面向提出改善措施，另外完善教育訓練、專家的諮詢和下局處的協調機制，希望提升疫情的預警、應變處置和整體的防疫治理能力。記者綜合報道。